Hello，大家好。我叫鍾振輝，英文名 Tommy。我喺香港嚟，1987年我就移民咗嚟墨爾本。咁滿懷希望咁樣嚟到啦，點知嚟咗2年之後，咁就發覺自己嘅腎有唔正常嘅情況。咁睇醫生咧，醫生就驗到我係蛋白尿好高啦，咁就定期要去醫院嗰度檢查啦。咁後來即係一段時間之後，醫生都係覺得我腎功能咧係唔可以繼續維持到落去，因為我發覺到個腳又腫啊咁樣，即係有時撳落去咧成個窿咁樣係唔可能㗎啦。所以醫生就話你要洗腎啊咁當時真係好失落嘅，真係唔知點樣去面對，因為啱啱嚟到，又人就唔係識好多啦，又加上細路仔又好細啊，兩個細路仔，真係好難去面對嘅。冇辦法之下，唯有洗腎啦咁樣，都唔知即係要等到何時何日先至會有得換腎。咁醫生咧都叫我問屋企人啊，即係驗個血型啊咁樣。屋企人全部都喺香港啦，所以就好艱難咁樣，就冇辦法之下，咁就變咗自己好冇希望。自己本來已經係一個嫖賭飲蕩吹嘅人啦，就變咗更加係放棄，食多啲煙，飲多啲酒咁樣，真係冇乜希望。喺呢段時間咧，咁即係住喺附近有人帶咗我返教會啦，我都即係好勉強咁樣就同佢哋返咗教會。咁呢段時間咧都係好艱難，但係返咗教會之後就俾我即係好多時聽到啲信息咧，就俾到我一啲嘅盼望啦。咁變咗就有希望咁樣。睇住兩個細路仔，即係自己如果都放棄嘅話咧，咁太太就會好辛苦咯。咁俾啲教會啲弟兄姊妹鼓勵之下，咁我就即係多啲嘅喺正面去睇啦，咁樣。咁等換腎嘅時間咧係好艱難嘅。洗腎都足足洗咗10年，其實嗰段時間，即係如果唔係成日身邊有弟兄姊妹咁樣鼓勵咧，我真係行唔落去。但係好感恩嘅咧，咁喺我洗腎洗咗10年之後咧，一個好消息嚟到就係我有機會換到腎啦，而且一換就成功咗嘅，所以好感恩啦。咁換咗腎之後，當然可以做翻好多正常嘅嘢啦。喺我換到腎之後咧，都唔單單係我嘅生命改變，同埋對我屋企人啊，我身邊嘅人咧，特別是我太太同埋2個仔。佢哋都即時聽到政府有咩呼籲啊，咁樣好似捐血啊，好似佢哋喺個車牌嗰度咧，佢就寫埋佢話，如果我有咩事情突發事情嘅時候咧，佢都願意將佢哋嘅器官咧全部都捐晒出嚟，就係因為即係睇到爸爸。即係領受咗人哋
捐贈呢個器官嘅時候咧，佢真係體會到可以幫到好多人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樂嚟到咁樣去將自己嘅器官都捐出嚟。咁睇到嗰啲我哋領受咗之後，我都醫院都係俾我哋一啲嘅捐贈者。叫我哋俾翻一啲信件佢哋啊，或者俾啲一啲嘅問候啊、感謝信啊咁樣，我覺得係即係非常非常嘅好嘅咯。咁我亦都冇諗過換咗神之後，以為就係一勞永逸啦，變咗自己就唔係好檢點咁樣。冇好好咁樣去休息啊咁樣，變咗我換咗10年之後咧，開始個腎功能又唔得啦。如是者醫生同我講，佢話你個腎開始漸漸衰退，咁你如果繼續咁樣咧，你都要再翻嚟洗腎。咁當時我都覺得洗翻腎。當然唔係一件好事啦，但係當我回想，我已經有10年嘅自由，唔使洗腎嘅時候，真係學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嘢。起碼我以前返我香港嘅時候咧，我要洗腎咧，要洗私家醫院，要用好多錢。咁喺嗰10年嘅裏邊咧，我唔需要洗腎。就去其他地方咧，咁就方便多。唔係話你俾錢咁樣洗腎，而且仲有好多嘅安排啊、成啊咁啊，係比較痛苦嘅。但係都感恩啦，即係如果唔係有呢10年，起碼我自由咗好多啦。雖然係再洗翻腎，但係我都係好有盼望咁樣，因為我知道賺咗10年啦，好多人唔洗腎嘅都比我早行咗去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真係好感恩咯。但係都冇諗過再洗腎又洗咗13年。呢13年嘅裏邊咧，我都係好有希望嘅，因為醫生同我講，喂，你想換腎咧，你要 keep 住你自己嘅身體，因為你自己嘅健康如果唔好嘅話，俾到腎你個心臟、你嘅體能負荷唔到咧，咁你都係冇辦法換嘅。縱然最夾你都好咧，你都係換唔到嘅。所以喺再翻洗腎嘅時候咧，我都好積極咁樣做運動啊、游水啊、踩單車啊咁咯。我成日都會做嘅。喺我第2次換腎之前一日咧，我仲同我朋友踩單車踩咗2個鐘頭。咁真係醫生喺我換腎之前，佢都同我做好多檢查，要測試我體能負荷，可唔可以負荷到咁樣。同我檢查個醫生，佢都話你嘅體能仲好過我，你做運動多過我咁樣，所以真係感恩咯，即係俾我有呢一個希望同埋咁嘅體力。即係如果你冇信心，成日唔肯去喐嘅話咧，變咗就機會嚟到，你都係冇辦法咯。所以我都好鼓勵，如果你真係自己有腎病嘅時候咧，真係唔好放棄。要 keep 住，即係如果你自己唔 keep 住，冇人可以幫到咯。所以我都喺呢度再一次，即係同大家講聲咧。但係如果你問我，有一日真係唔得啦，即係呢個腎又唔得啦咁樣，你點啊？我覺得我都
我冇諗過有第二次機會換腎，所以即係我都覺得，我既然我知道我信仰所以我就唔需要去擔心咁多，反而我就會覺得我會好好嘅珍惜我而家喺度個日子。咁如果我嘅體能上邊，我其他器官方面真係我可以幫助到人嘅，我都好樂意攞出嚟俾大家用，因為聖經好清楚就係咁樣講，你嚟嘅時候乜嘢都冇，你走嘅時候你都唔能夠帶到咩走嘅，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好有信心咁樣嚟到去面對啦。